劉小姐啊，頭先恭喜你得到好市民獎。咁我知道你較早前啦，就目擊咗一宗企圖謀殺案件，而且咧將案發片段交俾警方。其實當時嘅情況咧係點樣㗎？咁當時咧我就同我朋友咧游完水出嚟嘅，咁我哋兩個就攞住手機諗住影下相啦。啱啱游完水，陣間做咩好咧？不如睇戲啊！好喎，我睇下有咩戲先近排。咦，順便影張相咯。好啊。做咩事？你做乜炒我啊？做咩啊？我炒你咪炒你咯！使賺日子啊？你兇我啊？你講一聲！你兇我啊！你講一聲！喂！咩事啊？係咪打交啊？佢斬人啊！快啲報警啊！即係影呢個情況。喂，919報案中心啊！快啲都有人斬人啊！警察！我睇到！我睇到！其實當時距離斬人嘅疑犯有幾遠，同埋你擔唔擔心咧當時嘅安全㗎？其實當時我距離佢大概係2-3個身位度啦，唔係好遠㗎咋。不過咧當時一啲都唔驚，因為咧嗰陣時覺得佢好似尋仇咁樣咧，一路係斬緊嗰個人，完全冇望到我哋呢邊㗎。聽你咁講咧，當時情況都好危急㗎喎。點解你會諗到用手機拍低個過程嘅？因為當時我同朋友總共有2部手機嘅，咁我即刻叫我朋友用佢手機報警啦，咁我就可以用自己部手機影低嗰個情況，之後可以提供俾警方作為證據，或者可以幫到人哋咧。提到幫手，我知道你事後咧都好配合警方嘅調查工作，而你今次得到好市民獎，你自己有咩感想咧？咁我攞到呢個好市民獎，梗係好開心啦！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獎，同埋咧，我當時根本就冇諗過之後會有咩獎勵。咁我攞到呢個獎，今日真係非常之開心。今次案發嘅男子係有預謀咁襲擊案中嘅事主，令到人身安全上受到好大嘅威脅。幸好有劉小姐同埋警方通力嘅合作，提供案發片段作為有力證據，到最後該名男子成功被定罪。而家用手機拍攝短片係非常之方便，當大家目睹案發經過嘅時候，除咗要報警之外，仲可以好似劉小姐咁喺安全情況之下拍攝短片，進一步協助警方撲滅罪行，為建立安全同埋穩定嘅社會出一分力。